接下来要由陈琴香老师为大家献上经典的老生唱段《唐皇劝和》，选自越剧《打金枝》。驸马爷郭爱得罪了公主，郭子仪防子上殿请罪。唐皇为了笼络功臣，不但豁免了郭爱之罪，还取消了宫门红灯，免去了君臣礼仪，还给郭爱加升3级，并劝小夫妻和好。请欣赏。我将皇兄